好，大家好。11月10號至14號期間 ，KFC 最新優惠，指定套餐一人餐買一送一，包括巴辣雞腿包餐、家鄉雞餐、香辣脆雞餐同埋狂野燒雞餐。燒雞餐、炸雞餐呢，就係2嚿雞一個飯加一杯飲品，48蚊。買一送一，即係你俾48蚊咧，就會攞到2份。咁我咧呢個咧就係巴辣雞腿包餐，巴辣雞腿包咧就係48蚊一份薯格，一份雞扒包。咁啊個雞扒包餐入面咧就有呢個沙律醬同埋番茄。咁一份除翻開就24蚊。